顶下到底该当停车？虽然过去维修1.5公尺范围内和行人通行之下原则同意，不过一旦面临检举，依法警方也是需要开单，已经引起民怨四起。对此催生顶下停车管理驻地条例，嘛成为这届议会不分哪里强烈监督的焦点。觉得我们用1个月公告主席，如果真的必须要完整的公告的起这个过流程的话，我觉得1个月也太久了。这个本来就应该很早就应该执行的。所以咱即马干那要用这个乌多摆，咱嘛爱把1.5米留出来嘛哈。搁来，伫咱台南市道路人口多，所以足侪市路话嘛是咧摆做生意啊，但是做生意真嘛袂通啊。所以我唔只讲，黄市长，你搁2年当中，好好的把台南市的市容整顿好，互咱的交通会当顺畅刷落去，搁乌多摆会当停嘛。我要申请红停不红停，他还是有权益的啦。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啦。好，无我跟你讲，咱甲伊个顶下停去，结果呢，伊的车放伫内底，伊本只申请使用这脚，伊就车库啊。这个也影响他的权益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这个案子其实我们先等交通局年底公告完范围之后，那运行一阵子之后，我们再回头讨论这个法案是不是有继续审下去的必要性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可能跟大家报告，也跟议长报告说，我们其实建议这个法案我们就先盯着了。好，那我们后面待交通局新的政策实施一段时间之后，有没有必要再回来审，或是订立这个规范，我们再来讨论。当然，在无抵触中央法规之下，明年1月公告就是原则同意对停机慢车开始试办，至到年底这段时间，就是以款道代替处地。而且根据政党协商，就希望交通局公告实施以后，检讨成效，再来制定驻地条例。目前我们台南市的做法，就是一定要画白色的机车的停车格，才能够在不妨碍人行的情况之下合法的停放。那当然，这次最近大家讨论，我们现在朝向未来是用公告的方式留下1.5米的行人通间之后，接下来就不用画白色格位就可以来停放。这个是明年1月1号要实施的。那当然，在1月1号实施之前，我们已经有先用一个交通部的这个会议的函释，可以先用劝导来代替取缔。目前为止，在机车的部分，中央有让地方可以有自主的空间，但在汽车的部分，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这是中央的法律。我们也没有这个逾越法律的空间，所以暂时在这个汽车停车以及骑楼设摊的部分，可能我们还是要没有办法在现在做。那但是现在就是先对于机车停车的部分，能够来办理看看。但是整顿启用对顶下对行人的友善，甚至整平做起，进一步面临开放停车难题，如何创造多赢，市民拢在期待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林英庚采访报道。